喂，阿媽患咗認知障礙症，頭先啊特登煮啲佢鍾意食嘅嘢，佢都唔食啊，吞又吞唔落，仲爭啲逐親添啊！你話點算好呢？通常咧，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去到後期嘅時候，都會有一個吞咽嘅問題嘅。例如佢哋飲水會濁啊，或者食一啲固體嘅食物咧係好難吞，可能會含住喺個口裏邊啊。咁呢個普遍嘅，我哋可以咧有幾個方法嘅。第一就係將食物嘅稠度改變啦。另外就係喺水分方面咧，我哋可以加一啲凝固粉，增加個黏度，咁啊減少佢哋咧會濁親，亦都減少呢個吸入性肺炎嘅機會。如果你發現家人嘅記性、性格、習慣、行為出現明顯嘅轉變，語言甚至吞咽有困難等，佢哋有可能患上咗認知障礙症。請盡早進行評估診斷及尋求專科診治，以便延緩退化速度及減低照顧者嘅壓力，從而提升患者嘅生活質素。記住，越早求醫，越早控制病情。